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樱花高文龟，俗称台湾尊，台语有人讲是文斑。28年前，全台湾村200多尾都伫要断种咯。为着要保护这种台湾的国宝鱼，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积极来护育，经过30年的努力，即卖有1万尾咯。管理处讲，最近来引进着放流的技术，打来嘛会选择更较侪栖息地，或者鱼群会当继续来生产。满山过岭来到放流点，将本邦台湾尊放流到溪内面。再来再泼一点点水，然后可以捞一点水进去。放流沙服务工作成功一半，这之间经过几个月后，爱转来到这个放流点，拍伫水内算鱼的数量。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为1992年开始本邦台湾尊的保育工作，将七甲湾溪设为育种点，再将这鱼仔放流到罗叶尾溪甲合湾溪流域。经过将近30年的打拼，野生数量已经超过1万尾。樱花公文龟这个国宝鱼，在最差的时候是200多尾，开始往譬如合湾溪这种比较高海拔，然后比较原始的环境里面去放流。管理处讲，未来除了会继续观察保育成功溪流的鱼群的数量以外，也会选定另外3条溪作为新的放流点，用最新引进的技术，增加本邦台湾尊的野放栖地，和鱼的数量继续增加。